摆互伊坐，然后治一下，就变治了。中文的三生治，闽南语有两种讲法：动词的疾，例句疾起高；形容词的杂，例句夜市仔人杂杂。坐，即话就变杂，声音嘛变较杂的入声，这就是转运。疾，其实是同意思，因为甲经纬线排坐搁即话，就是即步的动作啊。甚至会使读同音的疾，是安尼无？花木兰证明互你看。木兰诗，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闻其事声，伊闻你叹息。押韵译，花木兰证明织布嘛会使读织布。过来，织话就会捌，甲织布共字边的色，白音嘛是捌。什么是文音、白音 ？AI 会回答一大堆啦，无路用的理论一大堆啦。若无讲到字形，就永远无法度解说即字读直或者读捌。来看经文，有画一个高，代表高，草锤为顶悬砍落来，甲球内底的土砍实。砍实就是直，就是杂，也是捌。安尼就会使来捌字啊。认识的即个识，白音就是捌。为何？因为将言即声，也等于将言捌声。捌字啊，就免无闲去找别字啊，会晓分别，才袂去互人怪去。捌字为字形研究起，搁爱研究135拼音法，有道理无？这四字原来是共一个概念，表面看起来完全无关系，但若研究甲骨先生教的字形，其实因在讲共一个动作，共一个状态。甲物件织做伙，甲线织做一块布，织甲目睭睭。捌看过的织伫脑中，就法度捌人、捌字、捌代志。为具体的织到抽象的捌字，为动作到认捌，拢是同一件事。